當你喺熱鬧入面感到孤單，當害怕失敗嘅念頭反覆出現，唔係諗得太多。心理健康就好似身體會感冒一樣，心理亦都會發出需要關懷嘅信號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長期自我否認會影響大腦分泌血清素，等我哋越嚟越唔快樂，等我哋越嚟越唔開心，對任何事情都冇興趣，呢個可能係抑鬱情緒嘅預警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，連續2個禮拜以上嘅情緒低落係需要引起重視嘅。當我哋太過專注腦海入面發生嘅事情嘅時候，往往都會感到壓力同埋失去咗自我，咁樣就可能會導致焦慮同埋恐慌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深呼吸，嘗試注意自己嘅呼吸方法，恐慌發作之前都保持冷靜。心理健康唔係永遠嘅堅強，而係允許自己脆弱。專業嘅傾聽同埋引導都可以幫我哋重新揾翻內心嘅平衡。長期嘅壓力或者焦慮都會激活交感神經系統，導致肌肉緊張、心率加快等等嘅生理反應，包括痛、消化不良、心悸等等，憤怒同埋悲傷，進而引發軀體化。心理健康係一場需要耐心嘅旅程。當你感到疲倦嘅時候，一定要記住尋求協助。學校心理諮詢室、信任嘅老師同埋朋友、心理健康嘅機構永遠都係你嘅後盾。社交退縮嘅時候，可以嘗試重建信心，由微小嘅社交場景開始，每次進步都係修復緊心理防線。運動係天然嘅抗抑鬱良藥。研究表明，每個禮拜3次嘅有氧運動可以顯著咁樣提升大腦入面嘅安多酚水平，心情可以自然變好。心理健康唔係獨自戰鬥嘅，專業嘅資源隨時都會為你開放。你嘅感受係值得被認真對待。記錄生活入面嘅小確幸係改善心理健康嘅實用方法。認知行為療法 DBT， 每日3件小成就，關注積極事情就可以重塑大腦思維嘅模式。你嘅心靈亦都需要被照顧，就好似照顧身體咁樣。睇到嚟呢度，最後麻煩大家幫手撳下面條 link， 做個問卷。希望今次呢條片可以幫大家更深層咁認識心理健康呢個 topic。我哋下次見啦。